会。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个礼拜进前，咱先来练习。今日要礼拜是所要唱的诗歌。咱先来看圣诗第16首，圣诗16首，咱着对主唱歌。咱练习的时阵，音全首。咱着对主唱歌，快乐今时来学路，唱出听通诗歌，学路主每日新创造，上主奇妙创造，星星日头到大海。快乐今时来遵从，表现信心甲听，万有对主所的希望，一切受造万有，称赞上主极伟大，咱学路主今时。为伊祝福可爱世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欢喜对主唱歌，哈利路亚，欢喜对主唱歌，哈利路。所来是圣诗第194首，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这首咱应该是拢足熟的啦吼，所以咱练习第一段就好。圣诗第500首，圣诗第500首，你心志着换新。这首诗歌可能咱较无常常咧唱吼，伊的调嘛咱听袂可能较听袂惯势，因为这是甲咱一般咧唱的圣诗较无共款，伊是以色列的一个的歌，伊就是较有民族的这种伊的特色安尼吼。所以咱可能爱就是爱加练一寡，会当更勤先弹一遍，嘿嘿嘿。
这个调是安尼吼，啊，咱练习的时阵就唱全首吼，安尼加唱几句安尼，咱可能等一个礼拜时阵会唱的时阵会较有信心，吼，好来好来开始。心之我心，你心之我心，你心之我心，来好三心可做个一摆。你心之我心，你心之我心，你心之我心，来好三心可做。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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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第二段，灵望着欢喜，灵望着欢喜，灵望着欢喜，你患难着吞润，搁一摆，灵望着欢喜，灵望着欢喜，灵望着欢喜，你患难着吞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是学落到遮。这时，请大家闭慢心来敬拜上帝。
趁上主找着的时，就找求伊；趁伊伫身边的时，就求救伊。邪恶的人就弃杀伊的道路，不义的人就改变因的意念。这是咱做伙来吟诗，圣诗圣诗16首，圣诗16首。咱就对主唱歌，请大家起立来吟。请咱游员徛咧，咱做伙仰头来祈祷。至诚的天父上帝，当阮即时来到你的殿院，你组织阮进入你的圣会，恳求你，互阮伫心神甲肉体拢会诚实来尊敬你、服侍你，互你的圣名大大显出荣光，搁互阮伫你的圣会当中，成做忠实的圣徒。上帝啊，你是平安的君王，搁欢喜人彼此和睦。阮感谢你过去赐互阮平安，互阮一年搁一年平安来度过。求主，你看顾拢总受造的，怜悯阮的国家，恳求你祝福阮的政府甲国会，互阮的官员甲议员放下私欲，想使因智慧、仁爱、公义的心甲勇气，互因敬畏上主，听人温群，尽力来度无国家好的政治，各尽所能，来成做利益同胞，荣光上帝的事，保守阮的国家，阻止一切侵害伊的势力，互真理甲德行会日日那长盛。我也恳求你祝福每一个家庭，互每一个人生活有保障，互每一个青少年会得到好的培养，互丧养困苦无依偎的会得到养饲照顾，互富裕品行的，求你警醒因；拄着试探的，求你坚固因；遭遇困苦的，求你安慰因；野先到要跋倒，求你鼓励因。恳求你用仁爱拯救这个对敌阮的，消除心中的怨恨，
互阮也会诚心来为着因来祝福。主啊，当今仔日的世代，求你赐乐和平，伫你所疼的囝，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内面，互人甲人搁好，也互阮甲上帝搁好。主啊，求你感化你所疼的教会，互伊伫你的面前加听正虔，热心亲近你，洗清伊一切污秽，使你的正儿女通过生活甲见证服务，来显明你的智慧甲听。阮也要感谢你保守阮的教会，互阮建堂伫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已经还了所有银行的贷款，剩会友就无利息的贷款。求主继续保守阮，教业无欠客，赶紧还完所有的贷款。当阮即时要照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你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荣耀，你的旨意直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阮的人，无你助阮离弃，就救阮脱离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这时，请咱先开圣经的圣诗的后面，启应文20篇，启应文20篇是出自诗篇90篇，咱做伙来启应。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大地甲世界也袂造成。你互土造的人归回土粉，对你来看，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日。你用大水甲人冲走，人生亲像一场眠梦。早起时发起来无声。阮因为你受气，因为受气消灭。你将阮的罪过摆列伫你的面前。阮的日子拢伫你的受气的过去。阮的岁数不过是70。阮得到的不过是劳苦忧愁。谁人感受到你受气的威力？求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上主啊，你什么时才要改变心意？求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你互阮一生有偌济艰难灾难？求你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主，阮的上帝啊！求你互阮一切工作顺利，求你互阮一切做者充。即时咱做伙过来吟诗，圣诗194首，圣诗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请大家起立来吟。
请坐。这是咱鸭头做伙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你的慈爱极大，伫早时对你的百姓施恩无停，伫今仔日对阮犹原是安尼款待，阮感谢你。你毋但有为阮比万永我的得救的道路。也将你的努力诫命照实来教示阮，通过圣经的默示以及你的奴仆的喙来对阮显明，互阮时时得到提醒，通警醒接受，阮家己感谢。这是阮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用你的话，亲像生命内的剑来刺透阮的心。互阮醒悟在做，离开黑暗，进入光明；阁互阮心思意念家己三连，会通过体察啥物是你欢喜、良善的旨意，结出光明、公义、诚实的果子，来互你修行。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阿免。下面咱来共读上帝的话。今仔日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3章16节到第4章第1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16节，上主讲，因为錫安的女子遐尼骄傲，行路颔棍伸长长，看人失败马，足姿势。踮骹行，骹拳轻轻叫，所以上主要互錫安的女子臭头生疮，要互因下体露现。伫迄日，上主要除去因一切水的装饰品，骹拳、头毛网、牙白尖、鼻沟、手拳、面皮、头巾、骹链仔。花大、香鸭、平安符、手指、片拳、礼服、外套、盘裙、皮包仔、手镜、有麻布的内衫、礼帽以及满身躯的裙，香味会变做臭味，粗的数代替腰带，水的头毛变做光头。下麻布代替穿高级衫，美貌会有小调的项链。錫安的查甫人会死伫刀下，伊的战士会伫战争中死亡，伊的城门会悲伤哀哭。錫安会互人北光光坐伫涂骹。伫迄日，7个查某人会阴调一个查甫人讲：“阮要食家己，要穿家己的衫，毋过，请互阮归属伫你的名，互阮免受嫁袂出去的见笑。”以上愿上帝的话，真做咱的帮赞，也真做咱的境界。下面要请上年诗班用诗歌来带领咱敬拜，因今仔日要唱的歌是。主我主上帝。
来讲道。今仔日的题目是锡安女子的命运。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年诗班今仔日用我主上帝这首瑞典真出名的诗歌来引带咱敬拜上帝。这个嘛有人甲这条歌叫做《你真伟大》，How Great Thou Art， 是真水的赞美诗。咱也用这个赞美来开始咱今仔日的敬拜。咱伫2礼拜前，伫顶一段的经文3章1节到15节，读到讲上主要提走一切，包括食物，包括水，包括遐领导阶层，拢要提走。然后伫13节到15节，讲起伫个法庭审判的迄个处境内底，领导阶层就是包括长老甲官员，要成做审判的对象。伫迄段的经文内底，这去用审判的对象，拢是男性。今仔日的经文，上主要谴责的对象，转向属伫即个领导阶层内底的遐个女性。讲伫迄日要来的时阵，因会拄着真恐怖的灾难。今日咧读这段对女性的批判，可能咱读起来有一点仔硬脚，因为今仔日这个时代，咱主张两性平权，反对对女性有歧视的这种时代，这话读起来，检测有一点仔较强安尼。而且，咱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唔通袂记咧，发生战争还是大灾难的时阵，女性往往是内底上容易受到伤害，拄到重大的摧残的这个对象。伫今仔日经文内底，其实会当阁分做4个底的段落，其中有2段是诗写的，用诗写的，就是16节到17节，24节到24节到26节。另外2段是线文体，是18节到23节，以及最后第4章第1节。伫后壁这2段线文的迄个体，拢是用到迄日来开始，伫迄日要发生什么代志安尼？当咱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会发现讲，这段经文甲先知阿摩斯在讲的真像。咱来去读先知阿摩斯的第4章，会读到甲今仔日这段真类似的所在。伫遐咧表示讲，这上流社会的妇女，还是讲宫廷内底的妇女，因伫遐骄傲，伫遐典因的好野，典因的车花，这物件，拢真有可能是对遐受压迫的农民的阶层压迫来，去欺骗来。特别伫一个好野的社会内底，女性往往是推动这个消费主义的迄个演进，所以今仔日经文通过对女性的批判，其实是咧批判同款遐无公义的领导阶层。换一句话讲，今仔日这个妇女，也是顶一段经文内底遐个欺压宋乡人的迄个集团，还是势力的一部分。咱知影，对这种过头，伫遐展家己的好野，还是讲伫遐展家己奢华消费的生活的方式，对这种方式的批判，其实是伫近东，还是地中海东岸，常常听到的这种教导，毋是干那以色列人尔，其他的两河流域的这民族嘛，拢有这种道德劝诫。咱来去读箴言23章，嘛会读到同款的
这种的表达。所以伫这个经文内底，咱看见上主耶和华用真激烈的态度，那亲像迄个阵营的军人，伫对待征服迄种真歹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女性。这咱读到的时阵，未免伫心内有一种真大的迄种冲击。下面咱就来看今仔日这段经文。大圣伫16节伫遐一开始讲上主讲，就是上主伫遐要宣示，伊要表达伊的宣告。这是为第2章第6节开始，一直到第4章第1节，规大段拢是咧谴责以色列的这领导阶层会最高峰。咱今日读到最后这段是最高峰。后礼拜4章2节就会进入一个安慰。愿望的一个信息。而且谴责的对象讲锡安的女子。伫以赛亚的传统内底，锡安是代表耶路撒冷，但是佫较清楚讲，是咧指耶路撒冷城内底迄个上好野的地区。咱今日有时仔讲蛋黄区安尼吼，就是圣殿、好野人的主体。搁一寡高级的这店所在的迄个区域，而且讲锡安的女子，阿摩斯先知阿摩斯用另外一个真趣味的表达讲，这巴山的母牛，巴山的母牛，用这个表达咧讲，这敢若宫廷内底的贵妇，讲因遐尔啊骄傲，这骄傲的女子。今日的这个经文，咱也真足读，会去读到迄个以赛亚先知非常高度的迄种文学的表达。拄啊，伫帮长老咧读经文的时阵，毋知大家有注意伫听这个第1节，台语的翻译了非常文学性。我搁读一解互咱听。伊遐讲，这个妇人人遐尔啊骄傲。行路颔棍春长长，看人驶木马，结姿势踮骹行，骹拳轻轻叫，哇，足文学性的表达。所以伫遮，诗人用这种真文学性的表达，这妇人人迄种真骄傲奢华。伫遐咱有一句真台语真粗鲁的话，讲嚣摆安尼嚣摆。我讲一解就好，后壁袂佫讲啊。你讲这种用这种话伫咧讲这妇人人，刷落去17节，马上讲上主要出手，上主要出手，这骄傲的女子要拄着真激烈的命运，甚至因会拄着破病、致命的病，甲因冲击，到尾啊，甚至爱赤身裸体，赤身裸体。有人有圣经学者讲，敢若去用逼去做妓女迄种的表达。而且咱的台语圣经讲草头生疮，这句话嘛真要紧。有的其他的翻译本有的甲伊翻译了较弱去。譬如真出名的拉丁文的译本讲。对头遐甲剃头毛去，甲头毛剃掉安尼吼。但即个原文的意思，毋是干那讲外貌改变尔，嘛咧讲伊的身份嘛改变。伊变做一个无清气的人，变做一个去应该互隔离的人。这咱若看律法书利未记13章甲14章，伫遐讲起得皮肤病的人是无清气的，爱隔离。所以伫遮用这个草头生疮来表达，这个妇人人已经规个状态已经陷入真凄惨的状态，然后佫讲赤身裸体，可能去用逼去做妓女，互咱佫较恐怖，感觉着惊的是，这段经文讲是上主家己出手，上主要互因拄着这个灾难。
咱会记得圣诗新圣诗22首，咱定定咧唱，讲主上帝正手，主上帝正手，上帝家己会出手，上帝指责人，上帝会甲咱拍鞭拍，要除去咱的罪恶。这种上帝出手，互人受伤害，这种观念有时有的人真好接受，但是先知往往用这种表达要来讲耶路撒冷伫道德上已经真侵动的这种罪恶。搁落去18节到23节，伫遐讲上主要除去水的糟蹋品。这段真有意思，讲到21项的珠宝甲衫，为头到骹拢总有各式各样的糟蹋的这物件，拢真贵重的物件。读起来敢若咱去迄个精品店内底，敢若咧看到精品店内底遐摆咧橱窗顶头遐物件，啊是讲咱看迄个时装秀fashion show 的时阵会看到的这物件。其实先知是要用这段内底拄啊16节的涉案的女子做解说。譬如讲内底讲骹拳，所以16节伫遐讲轻腔叫，这就是伫咧要搁一摆甲迄个骄傲的女性穿的遐水的物件，伊甲列一个名单甲列出来。这中间头前18节到21节，主要咧讲珠宝甲化妆品。第二部分22节到23节，较侪拢是咧讲贵重的衫。这考古学家伫近东的所在，遐个墓内底挖出来真侪物件，其实拢有发现到这物件。所以这是当时确实当时上流的社会的妇女会穿的物件。而且代表的是一种优质的，还是真水华丽的衫甲装饰。实际上，这是祭司有时是君王的阶级才有法度穿的物件。伫遐搁落去，24节讲伫迄日，伫迄日的这个表达，主要是咧讲上帝出手足紧的、快速，而且互人出人的意料之外。伫你无拍算的时阵，这个攻击就要来啊！这人骄傲，真骄傲、自满。家己感觉家己足安稳，拢袂有拄到什物恶担当的代志的时阵，先知往往用伫迄日要来甲你甲咱警告。旧约先知布鲁克曼，伊咧讲这段名单的时阵，伊有一个真趣味的表达。伊讲，这个名单21项的物件，你读起来敢若有一点无聊敢若是一份清单啦定。但是你想想，遐物件是安怎来？是慢慢累积起来。咱想想富人人的化妆的迄个桌仔顶，本来可能一件两件，后来满是。今仔日的车花的用品，变做明仔载的必需品。今仔日车花，明仔载变做必须，一定爱有。慢慢愈用愈多。布鲁克曼佫讲笑讲，敢若每一个人拢爱有一个鼻环啦，鼻环，这 nose ring。咱无想到讲圣经内底，遮尔3000年前的描写，敢若今仔日咱看到的，真侪人鼻孔也有鼻环，鼻仔有鼻环，喙齿有齿环，规身躯拢是咧展示家己，迄是一种自我表达，当然是自我表达的方式，但是而且。先知讲，这是一种自我表达的一种比较典的方法。结果上主伫迄日要将一切拢摕走。咱进入24节，佫倒转来诗的表达。24节讲，香味要变做臭味，
粗的锁要变做要代替腰带，水头毛要变做光头，下半部代替穿高级的衫，美貌会有小着的分野。伫遮讲到误解，变做什么？变做什么？代替什么？哦，英文的圣经拢翻 instead， 本来是香味的 instead， 怎变做臭味？本来是水头毛的，怎变做光头？美貌去互火烧着。伫遮表达讲，迄种灾难的快速，富人人本来是有芳气，穿水衫，遮拢要去用毒气，毋然安尼会拄着破病来困扰，毋然臭头生疮，甚至变做光头，含落伫见笑甲丧香的内面。伫遮每一届讲变做，拢表达一种失落、欠缺、见笑，这拢是耶和华上主要提走的结果。进入到最后一段，26、5节一直到4章1节，伫遮咧描写战争的困境。战争中间，大部分人会死伫岛下面，死伫战争中间，因为这大部分人拢死去，富人人会失去丈夫，变做寡妇，坐伫趴远的城门边啊，去用北光光，伫孤独、凄惨的中间来过日子。同款的情景，耶利米哀歌嘛有真类似的表达。咱来去读耶利米哀歌的第1章第1节，伫遐安尼讲：哎呀，这个早前人客人的城市，现在竟然趴远；早前伫列国受敬重的，现在竟然亲像寡妇；早前伫逐城市做王后的，现在竟然落魄，甲做奴隶。伫遮咱看24节、25节、26节，用无共款的描写咧，针对无共款的群体咧讲伊的命运。拄啊24节是咧讲女性的命运，25节是咧讲男性的命运，到26节咧讲城市的命运。耶路撒冷哪亲像要变做寡妇共款。最后一节第4章第1节嘛真特别的表达，咱会记咧顶一段经文第3章6节甲7节的时阵，嘛捌出现同款的文学表达，敢若伫一个戏剧内底有一个客串演出，突然有2个人伫遐对话安尼，咱顶一段读3章6节甲7节的时阵，一个人讲伊对伊家己的族人内底找一个人讲。今日遮尔艰苦的时阵，你竟然阁有一领外衫通穿，安尼你来做阮的领袖好啦。另外迄个人就回答讲：我啥物嘛拢无，我无法度做恁的领袖。所以这种客串演出是真有意思的，伫诗的中间用一段安尼，互咱搁较深一种想象发生的代志是安怎？伫遮共款，诗人伫遮搁用这种真特别的表达方式，伊讲。7个查某人要牵调一个查甫人，7个查某人要牵调一个查甫人，而且甲因求，讲我毋免你的食物，嘛毋免衫，只有名义上求你做阮的丈夫。这种图像，互咱真清楚就看到迄个时阵战争下面的困境。7个妇人人伫遐真。谦卑逼真去哀求一个查甫人娶因做某，为着是要互因会当有一个名分，甚至讲我要放弃衫甲食物的权利，只要你肯娶阮，互阮有一个名分。这咱若看出来记22章、21章、22章，伫遐拢有讲起，丈夫爱提供一切需要的，
互即个妇人人，带第二个某嘛爱安尼做，吼。但是伫遮战争的情景是遐尼凄惨，连这拢无需要，只要有一个名分就好啊。伫遐讲，请互阮归属你的名，互阮免受嫁袂出去的见效。伫古代社会，咱看见寡妇是真凄惨吼，袂当家己独立自主，除非伊有属伫一个家，无伊就无活命。寡妇的处境是咱伫旧约内底常常读到，即个人道的律法内底真要紧的主题。特别咱会记咧《路德记》，嘛是咧讲同款的主题。另外，除了做寡妇以外，伫遮嘛讲无囡仔、无囝儿、无生囡仔，这嘛是一种社会的见效。咱会记咧旧约圣经内底，即个拉结的故事，这怎新的翻译本甲翻做雷杰，是撒母耳的妈妈哈娜的故事，因为无囝。变成一种见效，所以伫遮用这个诗人用这个表达来表达讲，寡妇也好，无囝也好，是战争下面人、妇人人所遭有凄惨的状态。各位兄弟，咱今日读这段经文，会当对两个角度，咱来学习这个经文对咱的一寡启示。头一项，这段经文咧讲起。因为无公义来得到的财富，互人骄傲自满。这毋是干那妇人人来听，包括规个当时社会领导阶层。上主伫遮的攻击是针对耶路撒冷迄个好野佮骄傲的领导阶层，包括男性、女性在内。其实经文内底并无伫遐指责。这个妇人人有啥物做啥物毋对的代志？因会去用攻击，主要是咧讲因遐尔啊骄傲。确实，衫穿了较车花一点嘛，还是讲化妆化了较重，身躯穿一寡装塌的物件，这本身无应该是罪啦。先知以赛亚其实伫后壁，咱佫将来读到后壁。第三以赛亚的时阵，伊伫遐讲起新的耶路撒冷，嘛要亲像新娘穿迄个真水的装塔，还是穿真水的衫。所以伫遮表达的毋是咧讲哦，你穿了较奢华，这就是罪，是咧讲你后壁迄种要等你的财富、等你的奢华的迄种心态、骄傲甲自满。我有一个朋友伫圣经公会工作，20几年前，伊有一届有机会去中国访问，去访问迄个家庭教会。即个姊妹我即个朋友姊妹伊挂一条破链啦，毋是偌大条的破链，足幼的破链，下骹有一粒小小的即个迄个珍珠伫迄个所在，一个真轻的一个装塔，结果伊去参加礼拜了，礼拜煞迄个家庭教会长老就走来伊边仔讲：“某某姐妹啊，你不要这么贪爱世界好不好？”以赛亚伫遮毋是咧讲这，伊毋是咧讲这，伊毋是老古板，毋是老古板的人，伊伫遮是咧讲财富背后可能会反映出人的骄傲。人的自满，实际上，今仔经文内底嘛讲起，当一个城市愈好野的时阵，伊才有法度，亲像拄仔18节到20、30所列出的20几项的这个名单，只有好野社会才会当用阮这个物件。这个物件奢华的生活，当然就需要有军事的力量来甲保护。结果，当男性伫战争中失败，原来迄种奢华的生活拢会无去，甚至女性还要去面对即种征服的遭遇。先知伫遐警告，上主出手是真紧，是出人意外的，
无人会当确保你原来的地位是袂变的。不过，咱拄仔经讲起，富人人代表弱者，命运小可改变。第一个拄着冲击的，往往就是这富人人。本来真可爱、真有自信、穿真水的衫、真有尊严，一时中间改变，变做丧凶，变做见笑，变做哀伤。这亲像破病，还是拄着强暴，还是失去丈夫，就会带来这种凄惨的结果。特别战争的中间，带来迄种的冲击，搁较大。随上今仔日经文内底，富人人嘛代表耶路撒冷的命运。耶路撒冷当已经变做寡妇，咱伫第1章21节嘛读到耶路撒冷那亲像变做妓女。所以咱读到今仔日第4章第1节的时阵，会当讲是规个迄个耶路撒冷的命运的最高峰，就是讲伊已经落到上低凄惨的情景。只有伫这种真凄惨的情景中间，才有可能开始超找愿望。所以咱对第4章第2节就会读起愿望，还阁是伫遐。这是后礼拜主题。所以今仔日第一个，搁一届甲进前几段经文共款，提醒咱财富、骄傲带来迄种自满，这是罪的一种表达。今仔日的这个经文，嘛，甲咱提醒战争的可怕，提醒咱着纪念战争下面伫遐受苦的人。特别咱拄仔读最后一段25节到4章1节，讲起战争对富人人的冲击。因要失去丈夫，诚做寡妇，伫偏远的城门边去用北光光，伫遐凄惨孤独来过日子。古早的战争的情景是安尼，今仔日的现代的战争搁较可怕。今仔日战争所带来的伤害搁较惨。咱想象这3年来的乌克兰，以及这7个月来的加沙走廊，迄种人道的状况，会当讲是人间炼狱，人间炼狱。3章24节讲，一切拢会变，香味变臭味，粗的绳仔变做代替腰带，水头毛变做光头，下抹布代替穿高级衫。这是互咱想到战争的可怕。其实真侪战争中间，富人人因为大部分人去战争，富人人家己咧家园伫遐固守的时阵，往往因为占领军来，不得不都爱甲占领军合作，甚至有的富人人被逼爱出卖身体。这种的故事伫战争中间，咱常常听到。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去互德国占领的北欧的国家，就常常发生这种的故事。结果到战争结束的时阵，这些富人人往往去互军将揪出来，甲因头毛剃光，互咱看到迄种，互人读到真哀伤的故事。其实毋是干那妇女，所有人拄着战争，拢共款，会拄着迄种战争所带来的苦痛甲创伤。我少年的时阵，看一部电影，到当印象还阁足深，就是《越战猎鹿人》。迄是古早一片足经典的电影，描写一群少年人本来拢做伙点仔欢喜生活，爱常常去拍蜡，去射鹿啊。后来规定大部拢总去做兵，结果做兵转来了，拢总改变，因为规个有个人忧郁症，有个人规个精神错乱，连甲因做伙古早的女朋友嘛无法度甲因有正常的关系。伫遐描写战争对人带来的伤害。后来电影到尾啊，因阁烧酒要去拍蜡，枪摕起来瞄准迄个鹿仔的时阵，手
饲袂落去，毋敢写袂落去。看到落仔伫遐，想到因家己的经验，战争确实带来真大的伤害。我伫台大的即个通识课程，这3年来，期末课我拢会甲学生问一个问题：你安怎看战争？古早咱基督教传统内底有发展出所谓正义之战这种的理论，但基督教传统内底嘛有小派提出和平主义，所以到底战争是会使，还是咱都要绝对追求和平？真有意思，学生的回答真多元，但是差不多所有学生拢相信讲战争是无法度避免，一定会发生。伊嘛感觉和平主义是一种空想，真理想，但是做袂到。因啊，大家拢主张爱有实力，才会当避免战争。换一句话讲，咱无要好战，但是咱都爱避战，避战才会当阻挡战争。毋知影大家人对战争的看法是安怎？但今仔日经文邀请咱好好啊想战争甲和平的问题。讲到战争，美国出名的哲学家嘛是作家Susan Sontag，又写一本真有意思的册，叫做《旁观他人的痛苦》。旁观他人的痛苦。伊讲咱今仔日电视媒体，逐工拢看到战争的迄个镜头，逐工拢看到遐尼侪灾难。这灾难到底互咱对暴力厌恶，还是互咱看到尾啊已经麻痹，失去同情心？咱若常常做一个旁观的人，咱会渐渐失去感觉，变做无感的旁观者。咱只有去体会到别人真正有受痛苦，感同身受啊！咱讲感同身受，咱才有法度对这发生的代志，成做一个参与者。先知以赛亚通过战争的想象，也提醒咱战争的可怕，也会赴的时阵，就要努力追求社会公义，互社会会当过和平的生活。这也是咱接落去后一礼拜的主题。希望咱通过先知的话不断继续来学习，继续来成长。咱做伙压头来祈祷。听堂的上帝，阮今仔日通过以赛亚的经文，看见富人人伫灾难中、伫战争中拄到的命运。背后当然有社会无公义，但是也讲起人若骄傲自满，就会面对灾难的挑战。提醒阮怎样倒转去到掠上帝做上帝，伫生活中间，毋是做一个独立自满的人。阮也看起战争的可怕，伫战争中间，人的命运拄着激烈的冲击。今仔日世间也继续有侪战争，恳求你，互阮深思伫信仰中间，怎样来看这个代志，也伫中间体会信仰要紧的精神。阮咧继续读以赛亚书的过程，恳求主你的智慧，时时陪伴阮，互阮对你的话语来学习真理，认捌阮每一人家己的认同甲身份，来行信仰的道路。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即时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00首，圣诗500首，你心志着换新，请大家起立来吟。
请坐。这时是公道的时间，咱要为下面3项代志来祈祷。第一，为着暑期儿童营的报名、辅导义工的邀请；第二，为着立法院会议的听时正义守护台湾的主权；第三，为着新任行政团队施政甲国际民主的合作。这是请咱大家同心来祈祷。这时，咱要请今仔日的司县长曾友全执事来带领咱做结束的祈祷。慈悲疼痛的上主，恁若是未来的希望，阮将阮的福塞放伫主的面前，恳求上主感动侪侪人来做暑期儿童营的辅导甲义工，为阮的时势起造坚固的信仰根基。上主，你有教授阮爱疼厝边，亲像疼家己，搁赏赐阮理性甲自由。所以，阮应该用民主理性的方式，照政党定序，做伙参详代志，袂当为着党派的自私自利来为非三作。特别台湾的民主，亲像赖清德总统伫就任演讲讲的，已经伫世界是金闪闪，是世界民主人的光。恳求上主，互台湾的国会议员维护定序正义，守护台湾的主权。互政府的执政甲国际合作，拢会当照着民主自由的价值来行。阮安尼祈祷，是奉主公义甲疼痛的名求，阿门。阿门。这时咱来奉献。
这时，请大家起立，用奉献诗来成做咱的祈祷。请坐。下面请大家掀开周报，通知事项，请听我来报告。第一，6月起，祈祷会改伫礼拜5，本来伫个礼拜3，咱6月开始改伫礼拜5暗时7点到8点半。欢迎兄姐大家来参加。第二，2024年暑期儿童营开始报名，欢迎兄姐来邀请国小的学生来报名。另外，营会也需要备餐的同工、辅导青少年同工，若是有意愿参加的，请林世宏长老也是办公室来报名。营会时间是伫咧7月1号到5号，拢总5天。时间是8点到暗时6点，5点就放学。内容是自然生态、艺术、欢乐、圣经故事。户外的课程是伫咧7月3号，日东花园生态园区。报名的方式，请咱家己看。第三，616福音地会，詹宗信牧师曾经是土地公的客囝，伫高中的时接触到耶稣，并且受洗，做长子、长孙，伊安怎面对即个制作旁倒的家族的冲突？要成做基督徒，有可能无方接轨来建立上帝信仰吗？欢迎大家来参加，时间是伫个6月16号12点有简餐，1点半到3点是见证分享。地点是伫个咱的大礼拜堂以及迄个美院的教室。第四，622圣经讲座。本会甲圣经公会主办圣经讲座，邀请联合圣经公会亚太区的翻译顾问黄夏木博士来演讲圣经翻译史的简述，对阿兰文到中文欢迎兄姐来参加。时间是伫个6月22号10点到12点，伫个咱的大礼拜堂。第五，629查经班的讲座，作家余杰有几若摆入选上有影响力的8名华人阳光知识分子，也得到真侪奖。伊要甲伊为着即个基督徒甲人权的斗士来写段。咱处境查经班有请伊来分享一个叫做美好的场民主英烈第1卷的新册的分享。时间是伫个6月29暗时7点到9点，地点伫个咱的 B102甲103教室。下面团契的消息、教界消息，
以及近期的事工有个请咱家己看。下面要请陈永文牧师来介绍新朋友。各位兄弟，咱介绍新朋友以前，我甲大家分享两个消息。一个就是这2礼拜外，咱拢知影伫咱周围即个立法院周围才有青鸟行动吼。咱的教会伫即个中间扮演真要紧的角色。毋若做补给站，也诚做一个庇护所，也是人心灵得到休困的所在。伫中间发生真侪故事，咱定讲，咱咧讲五饼二鱼的神迹因为足侪物资入来，或者需要的人会当得到帮助。咱的教会事实上嘛无用到什物资源，因为这资源拢是人奉献的。另外嘛有真侪别的奉献，所以这互咱看见教会伫即个公共事务中间会当扮演真要紧的角色，也因为安尼，咱为6月开始，祈祷会为拜3刷到拜5暗时，要诚做一个守护台湾的祈祷会，中间有礼拜，有短讲，嘛有公民的讲座，然后有做伙。西路的即个祈祷，欢迎咱兄弟会当来参加，嘛当邀请朋友来参加。第2项是顶礼拜袂记咧报告就是咱的张简妈生日啦，应该是102岁102，咱甲张简妈恭喜一下咱来介绍今仔日的朋友头一位是迄个南港恩友会的迄个王淑娟，伊是迄个军会的朋友第2位是即个台科大的同学蔡德发，伫后壁迄个所在欢迎佫有一位是美行姐会带来朋友Thomas McDavid。伊是我知，就我知伊是华盛顿日报的董事长即届来咱遮参加。蓬佩奥的演讲，嘛来遮做一寡访问，咱欢迎这朋友，咱兄弟彼此请安咱做伙来吟列面诗，圣诗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吟诗煞请陈永文牧师来祝祷。愿上帝平安，包括一切人所想会到的，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保守恁的心思意念、生活、服侍、甲服务，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
绿岛闭会，若是有需要带岛的兄弟来到教会我这南路的雨伞骹，有同工来为你祈祷，其他的兄弟欢迎来参加中庭的这个地饼会来交期。